深夜大家好啊，咁啊嚟個速報先啦，咁啊 Day One 今日 Day One 喺東京，冇乜特別嘢做嘅啫，想睇小動物，不過晏得滯睇唔到，都係聽日先睇。今晚深夜咧，同大家預告下嚟緊呢3日嘅 Comic Con 咧，我會用咩嘢造型出現。Day One 嘅造型咧就係 Groot， 咁就係星爵嘅造型嚟嘅。而家見到嗰個係頭盔，咁但係咧係 Full Gear 嘅，咁 Full Gear 嘅造型咧就聽日有預告噶啦。咁星爵係第一日 Day One 嘅造型啦，咁 Day Two 嘅造型咧，我就係用 Jason 呢個造型啦。因為 Jason 呢個造型咧，我玩咗好多年噶啦。咁其實我 cosplay Jason 都 cosplay 咗10年噶啦，喺 Halloween 嗰度。至於第3日啦 Day 3啦，咁由於咧原來咧 cosplay 星爵嘅造型咧好巧妙，好似 Johnny Lawrence 咁咧。Day 3我就會用 Johnny Lawrence Cobra Kai 個形象出現，就唔係呢件 Cobra Kai，咁就係真係 Johnny Lawrence 嗰個形象。咁大家留意住呢3日嘅動向啦。咁短片咧呢3日我都會 keep 住出嘅，咁但係長片正片加字幕啊，加晒其他音效嗰啲咧，嗰啲就留翻我翻咗嚟香港之後。咁啊12月9號 which is 小弟生日嘅日子打後咧，就再為大家送上啦。記住留意。